我代表全球华语地区孝感分部向您致敬。翔宇哥，哎，牧场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翔宇哥好。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紧张啥？我怎么的？我是丑媳妇要见公婆吗？我师傅那个是还有多久到呀？然后司机看我一眼，然后一停说这不就你家吗？你好啊，初次见面，看看我爱你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又给我整这一出啊。期待。哎呀，你有我企你隔離，你唔得了，哎，OK 了，那个。走，做饭，来吧，战斗起来吧。成了。做好了。蛋黄派，行，宝宝，来吃饭了。1、2、3，干！简简单单的一道家常菜，其实很有可能就会唤起一些人对自己家乡的一份回忆。真的有一种家常妈妈的那种味道。我自己来。吃到朋友家乡的味道是一件很特别、很幸福的事情。哇，真的又甜又苦啊，就人生一样。有时候以前觉得好像自己在外边多赚点钱，给家里买点东西，这就是尽孝了。其实不是，他们只想我在他们身边。我可能是默默的表达，就比如说他们过生日，我会买一个生日蛋糕，这是我表达爱意的方式。嗌出嚟真係好唔容易，係。我咗講幾句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傷心嘅眼淚嚟，一個開心嘅眼淚，開心眼淚。真的有很多队友一直在我的身后默默的支持我、帮助我，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森林消防员就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平安，祝愿他们每次逆火前行都能平安归来。在爸妈面前还是很享受那种就是做小孩的感觉，做你们的孩子好上加好。每一次回来，那个回忆的画面全都像放电影一样，就一幕一幕的过。哎，你的夜啊！茄子，相亲相爱一家人。3、2、1，干！3、2、1。一家人齐齐整整吃顿饭，其实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。